究所，我係 Aaron。我係 Alex。Alex 啊，我見咧近年咧好似啲芯片嘅嘢咧都好似好火咁樣喎，你可唔可以今日同我哋介紹下咧？冇錯，咁芯片亦都係我哋中美嘅科技戰之間嘅一個核心啦。咁我先講講芯片嘅製造過程係點，主要分成3個階段啦。咁第一個就會係設計啦，芯片嘅設計，咁你會有個好複雜嘅圖紙啦。咁呢個主要係可能大家會見到近期最火嘅一啲嘅美國巨頭係做緊嘅嘢，亦都佢嘅營收係講緊成個芯片設計嘅90% 以上啦。咁啊，第二個步驟咧就會係一啲嘅芯片製造。咁製造方面咧就會需要用到一啲我哋叫 EUV 光刻機，去將圖紙上面嘅設計刻落去我哋嘅硅片上面。咁最後一步咧就會係我哋叫做一啲嘅封裝測試，咁啊將佢做好保護同埋測試咁啊3個主要嘅步驟。咁芯片嚟講咧，主要分做2大類啦，一個就我哋叫做低端嘅芯片或者叫成熟製嘅芯片啦。咁第二個就叫做高端嘅芯片。咁大家可能聽到個名就會可能有少少誤解咧，就會以為即係低端就係渣啲，高端就係勁啲。咁其實唔係，主要係佢哋嘅應用場景有少少唔同。咁啊，我先講講低端成熟製嘅芯片啦。咁成熟製嘅芯片咧，主要用喺咩地方？例如啲大件啲嘅一啲嘅消費電子啊，或者家電上面。例如係40納米嘅話咧，好多嘅一啲我哋車用嘅一啲嘅 MCU。咁佢哋咧主要係可能用嚟做車嘅一啲嘅中控台啊、遙控啊，或者再大啲，可能90納米嘅話，會係一啲電池相關嘅，譬如話係充電器啊、即係電池啊呢啲咁樣嘅電子零件咁樣。咁包括再高啲去到冷氣機啊、冰箱呢啲係低端嘅我哋叫成熟製芯片嘅一啲嘅用途。咁高端方面咧，點解會叫高端咧？就因為佢通常都係講緊喺10納米以下嘅。啱啱講嘅低端可能係講28至到180納米左右。咁我哋講緊10納米以下嗰啲用途喺邊度？多數都係一啲譬如話新嘅旗艦電話啦，一啲嘅遊戲機啦，咁一啲可能比較佢哋需要用到好高嘅解像度啊，佢哋有啲 AI 嘅圖像處理啊。跟住可能佢哋對呢個耗電同埋散熱嘅要求比較高嘅一啲嘅電子產品上面。咁啊，呢個最主要係低端高端嘅分別啦。咁我哋了解到呢樣嘢之後咧，我哋睇下喺中美嘅呢個博弈度咧，我哋投資者咧係有啲乜嘢投資機會喺入邊。咁就我哋先講講個現況先啦。咁個現況咧就其實喺低端方面咧，中國係佔優勢嘅。高端方面咧，美國又係佔一個優勢嘅。咁喺低端方面咧，其實我哋中國嘅產能咧，其實已經去到大概28接近30% 左右啦。咁其他可能大部分都會喺台灣啊或者其他地方啦。咁美國方面咧喺低端嘅芯片製造咧，其實都係比較薄弱嘅。咁而且喺好多嘅美國嘅電子產品嘅公司咧，其實最主要嘅供應商都係依賴緊中國同台灣2個地方。咁好多公司都係我哋都係 top 2嘅 supplier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喺上年年初咧，其實美國就展開咗即係美國頭100間對中國低端芯片最reliant 嘅公司，然之後做開調查，做過301調查咁樣。咁佢哋亦都係見到佢哋係想喺低端芯片嘅領域咧做一個新嘅戰場，因為高端佢哋已經領先緊啊嘛咁樣。咁講翻高端啦，咁高端其實我哋中國方面官方就講緊我哋做到14納米啦。雖然啲西方媒體都係報道我哋其實做到7納米嘅，咁但係見到美國或者話台灣啦，其實已經係做緊3納米啦。嚟緊2026年又會可以做到2納米嘅一啲嘅製造。咁見到個差距都係比較大啦，同埋一般嚟講，我哋推斷咧大概5年嘅一個差距，起碼2-3代嘅工藝嘅一個差距咁樣。咁如果我哋去睇下中美方面有啲咩優勢劣勢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中國嘅優勢就係第一我哋嘅應用市場非常之大，我哋嘅消費電子啊、車啊，我哋嘅產品係非常之多，所以我哋呢方面即係你用得多，當然就比較熟練，即係成長亦都比較快啦。咁第二咧，其實我哋嘅封裝測試啱啱講到芯片最後一個步驟咧，我哋都係非常之成熟嘅，市場上面市佔率都20幾個%，咁當然都唔夠台灣大啦，咁但係都係非常之快嘅一個 growth 嚟嘅。咁第三咧就係我哋嘅產能啦，我哋嘅建廠嘅效率啦，我哋嘅人力嘅成本啦，呢度都係一向都我哋嘅最大嘅優勢啦。咁而美國方面嘅優勢咧，就會係佢哋個生態產業鏈咧非常之完整。咁啱啱講到中間有一個好關鍵，就係我哋需要一啲 EUV、DUV 去做到一啲芯片嘅製造。咁呢方面咧，其實中國暫時係比較落後。而呢個正亦都係中國最大嘅劣勢，就係我哋嘅 EUV 光刻機係俾人哋卡得好犀利嘅。咁呢方面其實最主要都係荷蘭嘅壟斷嘅一個技術啦。咁但係當然都係暫時我哋仲未有 catch up 到咁樣。
咁其實咧上個禮拜啦，咁啊 Jensen Huang 咧其實又有一個閉門會議嘅，咁會議記錄就流咗出嚟啦。咁佢就係話其實喺10年內咧，中美之間嘅呢個芯片嘅競爭咧，中國係100% 會贏嘅。咁點解咧？佢就話其實因為尤其是而家咧華為嘅 HW910C 嘅芯片咧，其實已經係做到 H100嘅90% 嘅效能㗎啦。咁如果再時間推進落去，佢話美國政府又千方百計想即係阻止中國喺呢方面嘅發展，其實反而係激勵咗我哋去加速呢個自立自強。咁佢見到每日其實有超過100萬嘅人喺呢個芯片行業度不斷地做研究同埋改良咁樣樣，而美國可能佢就話喺矽谷嘅話 on a good day 都係得2萬個人。咁所以喺呢個咁誇張嘅比例下咧，佢覺得中國其實好快就會超越美國。咁我覺得呢一度最關鍵嘅點咧，就係 EUV 嘅技術幾時可以有突破。咁一啲專業嘅報告亦都講到啦，樂觀嘅話咧，2028年咧，其實我哋中國自己國產嘅 EUV 咧就可以做一個試產啦。咁2030年咧就可以做到一個量產嘅一個效果。咁點解呢啲消息出咗嚟啦？咁啊點解呢2年或者呢1年啦，芯片嘅板塊啦，股票上面投資者咁犀利嘅，即係炒到去呢一個咁樣嘅估值都仲要炒，就係因為依家個收入同埋利潤未上到嚟，因為好多嘅技術同埋設備被卡住咗。咁但係都見到呢方面我哋都 catch up 得好快。咁所以如果做一個中長期嘅部署嘅話咧，我認為芯片嘅公司，尤其是高端方面啊，係可以喺一啲回調嘅時候咧，趁低去吸納嘅。好啊。咁至於我哋今日嘅股市有冇啲咩 tips 俾大家咧？tips 唔敢講，但係我哋上一集又講到26500呢一個位啦。咁但係見到咧，其實呢一個禮拜咧，雖然成交就唔大，但係都陰住咁慢慢收復翻我哋嘅失地啦。咁啊，依家去到接近27000嘅位置啦。咁我覺得恆指可以再睇高一線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升就成個板塊，即係成個市隻股票都升啦，都有好多板塊嘅輪動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好多嘅資金都流入咗一啲比較即係叫保守啲嘅板塊啦，例如一啲嘅電信股啊、銀行股啊、金融股咁樣樣。咁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起碼要配20% 嘅倉位喺呢一邊啦。咁啊嚟緊嘅話咧，就會係好多嘅業績公佈期啦。咁啊，今個禮拜、下個禮拜，咁我認為咧係可以保留住嗰啲現金嘅話咧，就係睺一啲業績好嘅公司，如果佢有一啲波動嘅時候咧，去趁低吸納嘅。好啊。咁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